諗咗好耐，其實宣傳都好似我哋部戲咁講嘅，即係宣傳唔係你想宣傳就宣傳得嘅，要上天批准嘅。今次一個天就要我休息一輪，希望我可以精精神神咁再見到大家。是喜欢天黑，慢慢习惯一个人追，慢慢习惯一个人睡，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，去伤悲，慢慢习惯一个人飞，慢慢习惯没有人陪，不需要些许安慰。沉默